在这种的呢，只有努力为了孩子的2009就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的来海的问题，叫的不能我家伙不要第二错呀，对努力为了孩子的。熊了2009就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话，把着百多美国人，那么都要MIT，但么一都要哈佛大学，你这人也就叫点能我家伙。不就不能我就不要第二错呀对，不能你这叫我的能换的我看到的区别，你背得好的其中就每种人俄罗斯也没下交易美元的节，但没着不能的讲的解决这一个问题，大家没接着的但超级凶个大家都人不是不才一样的。恰当的话，可能当然你觉得还得，叫不能我家伙不的叫着没能没区别的原因，就得叫不，你缺少这一种品质，就一种这个这是保的那个么，你下叫不那么的保好那个么是，大家没这嘛，你可以这类名字。这类名字，你教你对就对你，要解决你的话，但你就没看到你觉得有种问题的，要一直找到摆脱能力，但你开始慢慢的也就不能力话，这里报到嘎，这里报话的叫能不能我就不，叫没引报讲这样不能话，个只能在从表面问这人东西，像这来看么是，个有么叫巧了你生活但不了解你生活的包，像你被没看到的。讲大部分基本上会还一会不叫鸟路桥头点，么子要鸟中后期的点，熊波啊、高波熊的了啊，你天开始慢慢别容易的，你种啊不能我就不种问题的嘛就要被应该有了多的应该有了三明治的问题。不能的话，你从国家层面来看的话呢，一路系统性的问题，叫你找国家的种啊。政策啊，的政府要么好很大的关系，能要第一被，但第二被这了这些呢，我家伙不的其中的记录原因啊，那就对，就我家伙不的我家伙好摸，大家不就摸家伙摸被这这叫你说呀，那对。那你第一的话叫不能叫你这些把你东西嘛，叫俄罗斯还没叫获取信息的。来源的渠道狭窄，这样的保你成，但你叫渠道你通过你保加种东西，你保你成，你恰要摸的话，你可以摸更多的选择，你可以摸，在从其他方面啊，从各方面保信息，但不能的话，搞一种叫围绕人类的生活以接受到之初改变的话，你相对信息渠道来源就老是找的保你来找，的叫信息的更新啊，大家找之久，但你比如一路讲，那中国嘛讲，人说对嘛，每一路最正确的例子讲，就要你叫每一路口号或者要相互写修路，那你喊的问题，就要解决要叫信息传输的物资的交通的过程。你搞一路偏僻的，说个鸟不好种的话，你交通只方便的话，你外来再叫找你信息，你传这么好个路村子的话，传这么个路强大嘛，大个路强大的信息就知道随时更新嘛，知道随时更新的话，个人很好的思想啊各方面啊，就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原始的状态。然后你就可以摸比例成啊，以前在中国秦朝以前那种啊闭关锁国，你个真正得有姑娘闭门造车，姑娘没可能给他到大自己姑娘，然后正式根本就按的或者成，你那种的摆脱不能第一步的话，叫信息的沟通的顺畅。带有信息的交通物资的交流，大家你听的话，听么可能在改变中现状的。但第二点要国家的层面，像你国家的话，你要有能够铸造一家还得一路大的机遇，像这样看到国家，像这你中国的跟我们对比，南美洲的看到国家，你像中国的话，你铸造机遇的话。在国家迅速工业化，但共产党道路的投资越来越弱，到大中大家能越来越弱，但能搞么好工厂的话，大家可以发工资啊，大家就在导致那种口音的生活，大家能就慢慢接到就业岗位，大家开始慢慢没收入，大家的生活就慢慢改变，但大部分中国人的话，你就
固定收入的某工作，但你就生活就慢慢变容。那你要从古觉层面上这些我就不合理原因，要叫不合理话，就像古觉可能组织到咋说呢？你像你东南亚的就比中国以内民制做成咋说的话，以前的就属于相当于落后中国可能高波熊左右的。从你从国家层面，但地被早被是了说要不能叫某地的人，你来我是你区别要么好哪呢？像你叫某地的人的话呢，我事情，叫你么基本的生活保障到以后，你就可以么下更多叫，可以我一路更叫你通过么时间么下一路问题，这路事情呢，我到哪知道哪，我谁不容我谁不抓责，你叫么时间么啥叫问题呢？你下一路不能的话，搞根本就是么时间么啥叫问题呢？像你假如讲要一度就要的，那么的找不人的话，你个拿大等么呢？个就下小一等要有么好人车，但车了我家伙我。但有么人车，但有么好给，好累你给，但是你整到等么你了这个喏，你叫么子人的话你通过这样的我们之间的话你可以通过这样大路就可以我用到3周内喏，但你就只考虑的叫你叫20年高的了，我就问叫对了，但我家伙我，但有家伙。给但是你3周看叫你，然后不能的话，人家从叫20年我就叫但有家伙我有人家这样拖着，家人道理的话，你叫不能的话，你下的问题就越来越到，然后你一家就你就这么足够的时间么下叫更累的更容易事情。一早录了还没叫你的精力过度的分担就过度的分散，但你就这么能够足够的精力来认真下一路问题，但就是能够为了正确的决定。第8是让这些要搞一头不可能的搞，本来就要一头不可能的话，就要搞最直接的投资的改变的方法方式。要子，到干的话，最直接的方法方式的话，就要接受教育，就要学习的过程，要搞学到足够的知识，来获得足够多的信息，来报答更多的，我就能够摆脱这种困境的。只还能摆脱但嘛，可以叫基本的生活解决问题，就那一路普遍的问题，要叫个别案例嘛，叫那些只还。你要不能叫他摆脱的话，就要解决你们毒品用们更多，但由自己来有效。你的休息嘛，就可以没休息来要一路过程，但搞自己的话，搞自己姑娘笑了，一路休息的过程。如果有解决你们毒品用们更多的话，叫你就可以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只要教育你一路长期的过程，你这样这种的话么，就那你的话就对于要一些不能能了汉的话，中间一路好了的考验，你个找个里面都没有么更多的话，大家你就丧失很多赚钱的机会大家自己本身还有赚钱么公民都没有更多的那问题你们做大家不好还，蛮大的努力还叫经济学就要。但你努力就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百度的研究你叫问题你们努力被也蛮大的努力，但你还的蛮大的努力还的百度研究的蛮大的努力还的经济诺贝尔学。那你努力还得270构筑上经济那你270构筑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百度获得的研究也不能我就好不的原因，努力被结束还早呢，没时间被好还。